造成第一就是心念造因果。这个念头启动这个念头，其实都是因果哦。你若讲我小的时候，我做个造因果，这个念头就因果，这个心念的启动就是因果。所以心念是咱接空和福的根源，嘛是咱善业、恶业的根基。你若看啦，咱是咱大开始我从阿里山做多，然后再话叫做大山嘛，大山嘛是话，像你上在大时啊，刚长起的，是。刚长来多长？哦。没有，它嘛就是心。时间累积。那么因为世间的代志都是安尼，所以咱觉得这当心做活动嘛是这个心，是你真的心就稳定，但是大注意保证，你现在求道你就静了稳定，你无求道我唔敢甲你讲，求道就是静了这个稳定，行因最后你会当这个目标。这个我说，这如来是因啊，你会当行的是到尾啊，你信就不能因，你是甲压，你是甲欺负，你是甲犯罪的，你是甲教导，像我这条尾是无够的，会。啊，然后因为演讲里面我的功夫说，如果真杀斗犯啊，异想天开是通不忍的啦，就铁刷要来甲铁杆外口的刷，啊要来甲煮饭，煮会成功的。但是这个讲这因行为啊，你若修了无好管了，我来保证来教安尼修哦，啊，你若无教安尼修，你来反倒改正，来讲道正宗的，你到尾啊，你啊，行为本来是归到尾啊变成什么？魔啊！啊，到尾成魔咧，就变成魔。因为佛甲魔是啊，一体两面，所以佛经在讲，讲出一念中即是轮回种，一念心乃是净空心。净空心就是咱净空不开心，就是咱自性咱的发心。所以这念头当然有对，所以念头当咱来讲起心即是动念，后面都谈到这个问题啊。当天当啊，变成轮回。但是呢，心的就是受到外口的影响，因为咱的心都会受到外口的影响，有做啥影响？见境自境，见境自心，看到外口的种种方面，咱的心会产生无感。现在我的心啊，调皮、捣蛋、科技破坏，相同你也欢喜吗？练习。我看现在这我的心啊，一颗要尾巴，哇，这种好标准，或者这种标准，你也欢喜嘞，所以咱的受外口在形事不定定，所以因此咱的心的变化，会起动，所以变成一个轮回。啊，但是呢，心的意思是讲，虽然是安尼，今仔这个感觉，哦，伊较无社会环境，我嘛咱个，这个囡仔，伊足乖环境，啊，无时候好在。你就是受到讲，伊好甲歹，在顶拢就变心态。咱人个咧，报2到19个，所以你受到礼拜，你是信啊，所以讲这是来讲个了。所以老师讲，一两嘛，这就先生活，一两后是大家会去学会，一个两头，一个轮回。所以这讲的不是轮回，是做出来这个轮回哦，因这嘛是做出来哦。是嗰個心念就當做成啲啦，善念修成咗惡業就成啦。所以咱嘅念頭係保持我哋好，保持我哋先。如果壞念頭啦，將來咱英雄之啦，咱唔能夠修啦。咱人從我們造成教唆傳修條，啊，修是咱人我做了解法，也就是咱人知性嘅個就煩惱所在。竟然打下来，他会把他打，你自己去了，你教你自己，所以你才自己，所以咱就讲好啊。
要，我讲的足重要，但是安咱这个念一定爱甲转。无转啊袂使，会啊，无转啊，用多轮回啊，啊要转的，有机会超前了解。所以你要转哪有转？转嘛，那讲慢慢袂转，你转，转就转进去。所以这个叫做天受人水性，在讲地府求经天风化，对无？嗯。但是这是水上的，啊水上了后，就亲像比如一个，咱即摆讲有啥对无？啊，这头前一工伊啊，这个先开啊，注册，啊，你其中嘛是注册，啊，注册了爱上路，上路爱上路的话呢，国西湾人应该三十来，高中嘛30来啊，对哦，你以上，你无以上，到尾我都给了这个程度吗？没有办法，没办法，所以你来基本都是先注册，当天就注册，那老多注册，但是十万以内年年过数，啊以前人咧，哎嘛，啊现在以前人爱做咧，爱做，真做叫做幸福了嘛，只能那个修家己，咱阿健康起来就爱修家己。所以这两老起了，这两老都个，这个两老一大业就是咯，其实是众生来讲是歹，无好，所以无好就来转来，起心就是无，起心即是妄，所以咱讲我讲无自觉的心就是妄心，这个妄心，所以起的心是妄心，这个妄叫做妄心。所以在《人间经》里面，内底啊，咱这个经文是讲到人讲一切众生对夫妻生起来，生理相处该有不知相处心心。咱的事情本来真心，咱的自然本来嘛是公平，但是就是妄想，所以这个想无真正，所以叫做混乱。起了妄想的心，妄想的心就是分别啊。哪里讲有做所谓的叫搞来讲。发出来这两意见啦，第六意思就是产生妄想分别。啊，这个是多更见你说这个，这个是真相，所以是真相，但是背叛的他都不会真相，安尼就是对这个用的未来啦。所以这三个是讲，这众生啊都是再来当量。转起心嘛，这来当量。现在伊一个心一个量，转我为叫做心量嘛跟转化的这叫做心啊，心叫做心。心就是咱讲的意识，对啊，意识伊在个速度的时阵，到静态的时阵啊，这个时阵叫做心。当当落的时阵啊，叫做量。所以量内底一量是另外。经过给他心看，量呢，怎么回答？什么量？什么量？跟咱说的这量，气量，气对不对？气就话气，另外是阴，给他心，所以咧看心的声音，心的声音。就是力量，所以心一动来呢，叫做心；但是当伊动的叫做力量，知道无？啊，说动量，力量就是动嘛，就是最接的。伫地中间，伊讲当强无地的众生，以致动量无不是将无不是作用。咱的行因自我，咱自己从生活所表现的一切用心的速度，这里拢叫做动量。啊，既然你是动量，你当然不做，那当就变成为经济嘛，所以当唔对的，所以就变成水压。所以咱空无处的地主干回。有一本空搞不出，因为就是哇，用天下之地，
哦，这个规矩嘛。啊，譬如讲，老师你讲我无啥了解咧，甚至咱解释，伊讲规则如义，规则如经，规则如言，规则如道。数规，爱叫做数规，加上数规加大东西。所以这哪来叫道理？所以那个这就是理，这就是理，不叫理就是理呀。所以这就是一个叫道理，叫天理。所以天理看无，理看无，你就靠这这是外口的为标的嘛。所以你讲咱中间咱聊是在做咩啊？你要问我早上第三天到点的时候没有回家。所以我们这边这一点庄严，所以他后头也不太习惯，因为后头的易经也会出来，但是有那个佛规里面安的安，因为各族的不一样啊。但是我刚刚看的道理，各类尊出来讲嘛，啊，为什么咱比例的就是交通咱就形成主性为咱处理咱的出来的这是最好的。啊，最好，所以这个是外号偏离。外号有这样的类，你这两叫经历过，越辛苦经历过，越辛苦得过。所以咱的基础节目生活当中啊，是讲啊，几千年中，咱拢一定在找些东西。所以属于当少或开少当节，有不是叫起手头条脚有不是做。我说。咱们手经上这叫机器高级咱手讲，因为你机动的心唔对啦，知道无？他的心是错误的，所以既然错误啊，你教你来都唔对。既然故意错误，因为咱的教的都是看着说外口的叫做一个，会听讲你内心的系统，这心状况亲像会波动，产生波动啊，循环因万物。没有平等来对待啊！但是为什么咱这工作两个人算吗？这两个重要吗？但是有些的话都有。我这本就被算了，但是呢，你现在都有。有一天我，就给他讲了，就改了我自己。其实咱处理来说，讲道理嘛，这种比较不能一样。你这不能人家讲我之前的。啊，这你可以人家就是在于我。拢唔甘愿，唔甘甘看的，看的这这好的，对呀。啊，那这好，这话，这是嘛，应该这个规矩。所以道理讲。可以打，但你啊，如果你去人家，我老师跟你说了，有听没有到，还是没听，有听无引来你欣赏，安尼等于无听同款。所以咱听道理，不是真无简单，挂这个光明的时间，一个时间来甲大家见面。啊，当初讲好讲歹就话真来啦，来用算是来这应该吼，好话嘛。好话有甲笑起来，证明你做的中心话，咱听听，咱听一个中心，咱听一个中心。我感觉讲安尼就不简单。因为我知道你记点了哈，记点嘛哈，4次就好了，一年有50几次。我能理解。啊，你听做50几次，啊，你这你50几个礼拜习惯，安尼无？好啊。但是咱我懂安尼无？是。有啊，像你讲到说的，以前你听好，打了不？但是咱知道我讲，所以主流是来日本的来在，伊讲今卖时代吼，要做迄个上等根基啦。这个上等根基就是我哪里注意，较大遐精，这个都要后边要哪里，你就关于这个。啊，即摆做例子听，啊，我好听，我好听，啊，听。
经济袂歹，听还听，是我做，对无？所以听到我做，处理到较就无咧，安尼是真项啦。咱来讲我，除了讲讲哦，你若听着做对哦，若是礼拜，还是半个月好记条，这个叫做中等永定的。这个好记条咧。对啊，我以为这个等于历史啊，那以为这些会讲啊，但是后面那个这个来，那老婆的家呀，就这样，但是他知道知道好了，所以脑关的就是说，我把这其他人做，这其他人去，别注意了，那个故意不接的啊，那个有历史啊，你若唔看我那所谓的关心很少，现在这边有人做，有人做。啊，辛苦就是咱哋，好嘅讲气质较下注是咱哋，所以道理请修都清楚，所以咱请着自己是爱嘛做些好多，请着上地上，啊，所以咱是咱环境，我讲咱是业绩咱是成功，啊，等于无用嘅，你若积极，即係打落嚟哇，攞面子，但是若報嗰啲一個嘢是哦，呢個頭腦對咱最大，咱點樣講就是重點，啊，若是講嘅後面。好，这里啦，这个叫下等的，这个是这样。啊，这个中等的，等于说高为啊，你高为啊，第二个语音，这就叫做中等的。因为你在户外，这个它是5万多啊，对不？它跟我们讲，我们可能有的人如果有时候我几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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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里我讲，我不是在我们常说的那么多吗？所以这3条东西靠那个组出来，也关你什么？所以注意，我大家在政府面对啊，收到爱快快在老板面。快咯。啊？快咯。谈完了，你快，他们你快我。他们，你叫我，做的才是好路。你拿开一个好路，你摸这么高才是好路。别了，哪里高来高，得去高干。你希望出来？你不听课，如不走。所以全部是在快乐，已经在你快乐，不说天空不高，说天空我不高，对不？现在你快乐，为什么你不快乐？因为你谁不会3件事情，所以你快乐。第一种，靠美丽，所以听到周边，我。快一个人，后面讲2年会讲就是这样，哇，快一个，你们这把快点，我老婆嘛，好，我老婆，我开始，这里上班，我老婆过去这边，快点点，你今天知道他没错啊，他是完全跟你这样说。我应该玩这个看你的，说现在你玩这个路了，说玩这个好在，啊，你都不用业绩上也挂定位，不能挂。所以你若过来，你也快乐嘞，你来快乐，我买家你看你就到我多人嘞，你快乐可以啊，快乐快乐的，你先快乐你追求上帝，你花就上帝。哎，这真生命啊，所以讲话。